看过台东风景来关心中国的消息，中国积极的整顿的娱乐界，未来想要伫中国做个演艺经纪人，都要有中国的身份。官方修订这个演出经纪人员这个管理办法，其中就点名讲，台港澳的经纪人拢适用这个办法，这包括业界禁止经纪人、好艺人假唱、假演奏，甚至考照的资格嘛规定要有拥护这个中国人民的宪法。对于台湾去中国的经纪人，敢有影响？做伙来了解。 歌手林志炫伫中国欧兰卫视节目来唱歌。NC HotDog 和言承旭同款伫中国表演，这艺人若甲台湾的经纪人做伙带过，未来3月初1开始，拢要靠执照。中国官方公布演出经纪人员管理办法的修订办法，明文规定经纪人要有中国的国籍，该守护中国的宪法，而且有良好的政治素质、业务水平和道德，而且来自香港、澳门、台湾的经纪人全部拢包括在内。 在20年前，所有要成立经纪公司的公司，最少要有2张经纪人执照，这行之有年。 即马伫中国发展的艺人欧阳娜娜是妈妈傅娟担任经纪人，萧敬腾有合作几年的 Summer， 张惠妹经纪人是陈振川。不过，看来认为伫中国可能嘛有执行经纪，对大牌经纪人来讲无啥物影响。请那个下面内地的工作人员去考照。 考试当年拢会举办一摆，最近又搁出现这个话题，主要是针对权力乱象，包括失德、假唱、假演奏等等。 不过，其中佫牵涉到中国台湾主权认同的问题，过来大牌经纪人嘛拢会相撇这个话题。若真正有去考执照，嘛真歹点出来，互台湾的民众看。